翠圖各業主立案法團2025年8月至10月財務匯報。8月至9月收支對比與分析。首先，我們看過去2個完整月份的運作情況。8月份總收入139萬2千元，支出為146萬4千元。該月出現約7萬元的短欠，主因是結算了多項維修及外牆工程費用。9月份總收入137萬6千元，支出則下降至120萬8千元。該月錄得16萬8千元的盈餘。趨勢觀察，雖然8月份因工程開支較大導致單月赤字，但9月份隨即回穩，顯示屋苑的日常營運預算控制良好，整體收支平衡。基金餘額狀況，截至9月底，各分項基金的餘額如下，這反映了我們應對未來突發支出的能力。滾存盈餘484萬9千元，較8月增長約13萬，這部分資金最為靈活。大廈維修基金252萬2千元，用於未來的大型維修儲備。應變基金388萬1千元，保障屋苑在緊急狀況下的現金流。屋苑康樂活動基金12萬5千元。警告標誌大廈改良基金目前為負42萬8千元。我要特別指出，此項負值是因為過去幾項設施改良工程的累計支出超出了預算。法團會持續監察此項指標，未來在審批非緊急的改良項目時將更趨審慎。10月份初步數據及現金流。關於10月份，目前管理處提供的是初步數據。現金結餘，截至10月底，本院的儲蓄、往來及定期存款總額為1437萬5千元。變動說明，存款總額較9月份減少了約44萬元，這主要與外牆紙皮石維修工程的階段性撥款有關。雖然數字有所下降，但目前屋苑整體的現金流仍處於非常健康的水平。工程與維修支出說明，在這3個月內，我們主要將資金投入於確保大廈安全的項目上，特別是單位外牆紙皮石工程。8月支出約24萬，9月支出約17萬。這些支出是為了履行強制驗樓的要求及保障住戶安全，屬於必要開支。總結與未來展望。總結而言，翠圖國目前的財務狀況穩健且透明。雖然大廈改良基金仍有赤字，但憑借超過1400萬的總存款餘額，我們有足夠能力應付未來的營運及維護。法團未來的重點將放在嚴格執行招標程序，務求每項工程都物有所值。檢視改良基金的平衡方案，探討是否需要從滾存盈餘中進行內部撥款填補。感謝管理處團隊的專業理財及各位業主準時繳交管理費。以上報告完畢。如果大家對上述數據有任何疑問，歡迎提問。謝謝。法團師傅梁志堅，日期2026年1月8日。